阿 P 今天幹嘛去？打卡中山開在公園裡面的博物館茶樓。呢間茶樓喺中山係比較出名嘅，港澳人士可以享受9折優惠，長者仲可以免茶位費。咁啊，店裏邊咧係有好多民國時期嘅物件啊，就好似博物館咁，好有特色。裝修方面採用東方美學設計。咁啊，平時同朋友啦喺度飲2杯茶傾下天啦，非常之舒服。咁今次咧，我哋點咗呢個荔枝紅茶，真係好好飲。呢度嘅茶點選擇非常豐富，而且擺盤好精緻，好適合拍照出片，味道都有自己嘅特色。咁我自己唔係好中意食薑嘅，咁啱咧呢個鳳爪同埋鮑魚糕都係加咗薑汁，我自己唔係好中意呢一種嘅味道。唔好睇我個表情咁誇張，只係我唔中意薑味，並唔係難食。呢個係中山嘅特色美食粉包，睇落去咧有啲似腸粉，口感同埋味道都唔錯啦，推薦。咁食落嚟最推薦嘅就係豬潤燒賣啦。之前咧喺其他地方食早茶都未見過，應該係中山嘅特色。第一次食就俾驚豔咗，非常之好食，極力推薦啊！呢個乾炒牛河咧，亦都同喺其他食嘅唔一樣，唔似係河粉，更加似係陳村粉嘅口感，都幾好食㗎，推薦。OK， 搞掂。OK， 食完啦，3個人食咗210蚊，咁佢嘅茶位費咧係8蚊一個人嘅。不過佢呢個荔枝紅茶都係幾好飲嘅，推薦俾你哋。同埋佢仲收到我哋18蚊6嘅呢個服務費。不過成個環境啊、氛圍感啊都係幾好嘅，非常適合我哋去打下卡、影下相咁。咁食完咧，你可以同我一樣喺佢嘅隔離華僑公園呢邊行下，睇成個環境啊，非常之舒服嘅。